30多年前，就是1990年代，少年线发生足侪件重大的命案，互规个台湾社会是足惊吓的。其中有几落件到今也无法度通破案。头一件是牵连到军人弊案的温清芳命案，第二件是桃园县县长老朋友互人枪杀，第三就是互咱台湾人上愤慨、佮上唔甘的平宛如命案。平宛如在生的时阵，骨力推杀女性参政，为着这项主张，伊四界走踪，希望对政党内开始增加女性参政的人数。啊，毋过，在咧参加党内大会的政绩案，平宛如却无因地单来失踪，互人找到的时阵，伊已经是倒伫高雄沼青的工地，冷冰冰的尸体。平宛如是虾米人？伊是安怎改变咱台湾社会？为怎样甲即阵阁有足侪人怀念伊、感谢伊、尊敬伊？这是公司台语台甲华视斗阵合作的节目。我是阿聪，今仔日咱做伙来发现大代志。伫较早咧台湾插政治，那亲像拢是查甫人的专利。不管是加入政党，还是做官，还是参选做民意代表，政治拢是互查甫人麻条条。参与政治的查某人一直拢是少数。10支镜头拗落是够有剩，一直爱到1996年12月初1，台湾女性参政才发生重大的改变。即天，民进党在高雄要开全国党代表大会，规定要按算表决妇女参政1/4的保障条款，规定讲无论是党职还是公职的提名，女性的人数上无拢要有1/4。是安怎这个提案的这歹杀咧？是因为安那提案过查甫人的名额，一个都拢无要，所以这对查甫人来讲，会使讲比割家己的肉搁较艰苦。毋过提案的人平宛如，也是长期世界甲人拜托、甲人央求、甲人高情，有喙讲甲无烂，软的硬拢可以来进展。目的就是要互大家来了解，妇女参政是足重要，爱赶紧来做。看到平宛如遐拍拼推广这个理念甲提案，众人就甲予一个平1/4的片名。但是这个案上尾敢有法度通过，无半个人知影。即天总算正式来开会咯，大家开始要来讨论，要来表决这个提案。宛如咧，人是走去倒位？大家等甲这个妇女参政保障的条款拢表决通过啊！现场还是无看平宛如的人影，有人先去问平宛如的亲人，却连因厝里的人嘛唔知讲走去倒位。但这声代志无对当哦，证人是找到规暝规日，也是无消无息。过当天12月初2，因决定去甲警方报案。进前有甲平宛如见面的人，开始翻头来想。伊失踪进前出入的行踪是啥？12月30迄暗，平宛如来到江美大饭店，面对民进党的同志，伊是一个一个甲因拜托，希望因爱支持伊的提案，讲甲哪亲像拢袂喙焦。特别到暗时11点，平宛如才准备过去另外一间伊迄暗要过暝的高雄圆山饭店。伊先去好朋友郑淑基的房间去摕寄咧遐的行李。要坐电梯落楼的时阵，伊甲郑淑基讲：“你免陪我啦，我家己落去就好。你紧去楼顶加有贵票。”平宛如另外一个好朋友董品娥，伊嘛记得迄阵的情形。伊咧江美饭店1楼的大厅，目睭紧唔紧看到平宛如坐入去客人车顶。因为平宛如她人比较高大，所以他觉得说这太小了，太挤了。说没关系啦，再挤也是一个晚上而已。然后他就说，那他要回圆山饭店，所以我就亲自送他到楼下，然后看着他上车。不过，对江美饭店甲高雄圆山饭店，这路程才短10外分钟尔，是安怎平宛如就安尼无去咧？
为着要找到彭婉如，警方遂成立专案小组，进行大规模的敲找行动。迄阵啊呢，高雄市市长吴敦义，伊个特别指示要斟酌搜查。当时的民进党主席柯信良，伊嘛提供破案的奖金。如果是不幸是犯案能帮助破案，那我们愿意提供这个奖金的。不过天不从人愿，上凄惨的结果也是来发生。彭婉如的人生就在伊47岁迄年来结束。伊一世人推动女性的权利，就咧提案已经要通过的时阵，竟然互人用上粗残的手段来甲伊加害。伊对美国返来台湾了后，积极参与妇女新知主妇联盟。在1996年，伊阁担任民进党妇女发展部头一任的主任。彭婉如看到足侪女性拄到不公平的处境，亲像讲做囡仔向拐骗压迫出卖身躯，亲像讲学生啊，若咧学校去用性骚扰，制度却无法度来保护因，亲像讲女性伫咧厝内若去用红晒、搁骂、搁吵、搁拍、搁争，查某人干那会当忍耐目屎准饭吞。遮济无合理的代志，互伊知觉到查某人若要真正保障家己的权利，就要亲身来参与政治，决定公共政策。迄阵啊，上具体的做法就是保障妇女参政4分之1的名额。咱头前有讲到，有人甲彭婉如合作彭4分之1，但是伊一点点啊拢无挂意，颠倒5万讲有一天，家己会当互人合作彭1/2。1996年11月2日，桃园才发生8个死1个重伤的老朋友命案，想袂到过无半个月，就过来发生彭婉如的命案。台湾规个社会一方面非常生气愤慨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嘛搁较不安，搁较惊吓。这个老妈妈安全吗？惊路也惊，坐车也惊，跳岛也惊，转厝也惊。即马煞拢无自由去啊！即马警方只好步数进展，溃力进拼，希望讲量早抓到凶手，找到真相。拄开始咧侦办，警察实在是伤过头乐观咯。就是讲，只要针对客运车司机来调查嫌疑犯，应该真紧就会当破案。想袂到案情竟然这么复杂。当年无亲像即马四界拢有安电眼，也是讲行车记录器。警察真无简单，在咧尖美大饭店附近找到一间剃头毛店，因门骹口的电眼，哪亲像有翕到迄台载彭婉如的客运车。不过迄画面哦，实在是伤雾啊！翕的角度嘛伤偏，就算警方请鉴识专家李昌玉来斗三工，搁甲画面送去 NASA 来分析，结果嘛才会使看出车型是福禄啊、天王星。车牌的字头可能是 Y， 虽然线索是无够多，但是赶紧的，南部5关区总动员13万只的客运车总调查，上万人总比对，因的掌纹甲现场采集到的证据，却拢无合，一声案件阁唔知影要安怎办咯。专案小组共一个时间嘛公布奖金，金额按1200万提悬到2200万，不过一无报颠倒路，若无破案，却阁引来一大堆假消息、假检举，扰乱进一步的调查。亲像讲1998年有一个查某人检举讲是伊的男朋友彭碧水害死彭婉如的，彭碧水本人嘛承认的，不过犯案的凶器，犯案的这台客运车即马是咧倒位，伊拢无法度交代清楚。而且犯案迄天，彭碧水伊根本就是互人收伫咧看守所内底，可见伊甲因女朋友可能是为着要骗奖金，才同齐搬去出去。1999年9月，伫迄阵的台北县石町啊，有一条叫叶贴的产业道路遐，有一个名叫听在福的客运车司机，用接管速废气的方式自杀。车顶阁留有遗书，内底是安尼写的。亲爱的水母，我已经死啊，请你帮我收尸。彭婉如的命案是我做的，我对不起彭婉如，嘛对不起社会大众。代志发展到这来，警察当然爱抽电5万过查落去，不过伊甲听在福的手痕摕去比对，
游玩甲证据袂合。搁再讲，听在福，伊人是住咧家人，平常时食青走跳，拢咧北部，敢有可能走去高雄犯案呢？尾因为伊人已经翘起无线索，通好证明是伊做的，就甲听在福涉案的嫌疑排除了。警察对高雄县走甲台北县，对认证问甲动机，问甲声明，阮无找到真相，一直甲2015年。一个咧加入坐家的查甫人杨永顺，伊甲同齐坐家的人私底下咧开讲，竟然讲平婉路的命案都是伊做的。伊阁含女朋友讲，是因为又犯案才搬离开高雄。警察调查了后，发现杨永顺，伊捌驶过客运车呢，伊驶的车型、车牌的里头，阁有驶车的路线，拢符合甲单查到的线索。伊确实有真重的嫌疑。想袂到杨永顺互请去问案了后，煞规个饼盘啦，伊讲嘅话拢无要认。若伊的手例虽然是有一部分符合证据，毋过也是无法度完全证明杨永顺就是凶手。最后嘛是因为证据无够，警察故不二终，结束调查。一万年已经是19年了，命案是1996年尾来发生。查到2016年，游玩无进展，但是迄阵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定，法律的追诉期敢若有20天尔，期限已经要到了，但一声害敢讲凶手就安尼可以逍遥法外，敢讲真相甲正义就安尼永远消失无踪。为着要行平婉如甲其他被害者的公道。立法委员刘世芳甲王定宇这个人，伫2016年赶紧的来修法，落尾嘛通过只要是刑事的命案，都无追诉期的限制，永远拢会使继续查落去。如今法律已经修改无论偌久，只要有新的证据甲新的线索，警察就会使继续调查，游玩嘛是有破案的希望。只是这个希望已经是愈来愈少。愈来愈暗淡。平婉如在生进前，为着要推杀女性参政，四界走踪。伊不幸过身了后，这桩命案和台湾社会知觉到，女性出门在外，不管时都要提防注意顾虑性命。亲像查某人家己一个人咧半暝坐车行路，心肝内加减拢会惊吓，唔知影讲家己是安全是危险。迄阵警政署长姚高桥，伊拢讲，连阮祖囝拢唔敢坐客运车。确实的，我自己的小孩也不敢坐计程车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就大家因为大家渐渐重视女性的安全问题，伫1996年12月31日，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就修正通过了，限制讲有刑案前科的人袂使做客运车司机。平婉如命案，除了让女性坐客运车更较安全，嘛进一步促成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。其实立法委员潘伟讲，伫1994年早就提案要修改这部法律，所以因为讲有一寡查甫的立委质疑反对，落尾这个修正的草案怎互人等入边一直到1996年发生平婉如的命案，过当当佫发生白晓燕的命案。小连续的悲剧，致使社会议论纷纷，才让这个法案通好通过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终于通过，所有的女性立委兴奋地齐聚在议场前，向在座的男性立委刑法内底有关性侵害的规定，原本是放伫个妨害风化罪章内底，用强奸罪来称呼。这款的用词其实是真唔对。因为这是违背人权的讲法，因为性侵害不是干那败坏社会风俗尔，这是非常严重侵犯个人的身体甲意志的犯罪。就要到1999年刑法则大修改，甲性侵害的罪名对原本的妨害风化罪甲独立出来，制定新的妨害性自主的罪章，白纸黑字写分明。性侵害是侵犯人身权利的重罪，不是干那违反道德的问题尔。平婉如的悲剧，唔那互社会为着查某人的安全来觉醒，嘛推动法律为着性别平权来修改。真侪妇女团体有力出力
亲像主妇联盟，伊都推出扫除治安死角的专线，让女性拄到危险会当即时来通报。宛如走的那一条路，是高雄的男性晚上也不敢走的路，可是我们外地的女人，谁知道呢？所以这样的治安死角、犯罪地带是我们要扫除的。宛如文教基金会嘛，自安尼来成立，想要传承平宛如的精神。搁互更较侪制度会当推塞落去，这行动互台湾社会咧追求性别平权的努力搁较进步。悲剧发生到即阵，共要30天咯。平宛如命案的真相犹原待伫咧涂骹底，公道甲正义犹是遥遥无期。毋过，台湾女性参政的现况，却伫即阵啊寥寥产生变化咯。2016年，咱台湾头一个女性的总统蔡英文当选啦。2024年立法委员选举，区域甲原住民立委的候选人女性的比例平因过搁较侪，头一摆超过7/3。虽然一直拢有进步，不过平宛如迄阵啊是5万50%呢，大家爱搁较拍拼努力。赖清德总统上任的时阵，公布伊的内阁名单。虽然女性的比例是有史以来上悬的，却嘛无甲4/4，这表示讲咱有足侪进步的空间。咱一开始就问平宛如是虾米人，伊安怎改变咱社会？为什么大家会遮尊敬伊、怀念伊？看到这，你应该知影，因为平宛如用伊一世人的精神甲气力，最后佫用伊的性命替咱台湾开一扇门，互愈来愈侪的人。一代搁传一代，互咱台湾继续行伫个性别平权的这条大路。你若有任何的想法，也是建议，欢迎你留话来甲阮讲。你若有介意阮的节目，嘛欢迎你订阅、分享、开这个铃啊，甲这集的内容分享予更加侪关心台湾的人。咱做伙来发现大代志。我是阿聪，后一集再会。